好食好玩啊，已經咧係每個農莊必備啦。咁但係今晚介紹嘅呢個農莊咧，玩嘅另一套啊，就係玩藝術啦。睇睇。日頭晚黑，大家可能估唔到一個魚塘可以變得咁夢幻、咁嬌柔。垃圾運走咗，水重新換咗，魚塘就煥發出新嘅活力。旁邊嘅菜園雖然唔大，但就種滿晒作物，大豐收啊！最與眾不同嘅就係呢個農莊散發出濃濃嘅藝術氣息，令人非常着迷。各種空間藝術裝置分散喺農莊嘅田地裏面。坐在湖面上呢，已經聞不到任何湖水的臭味兒。在整個園區裏呢，都能看到設計師的很多創作靈感。那我現在坐的這個平台上呢，實際上也是一件藝術作品，叫做百變浮台。呢個浮台係由若干嘅小浮台組成嘅，可以隨意變換位置，仲可以喺上面釣魚添啊！但係事實上呢度已經成為咗城中時尚人士最中意舉行 party 嘅地方。喺菜園邊，一個好似鳥巢咁嘅建築十分醒目，老細每日都會同當地嘅農民一齊喺度工作㗎。呢位就係莊主啦，同村民一齊玩到不亦樂乎。屋嘅圖紙就喺佢嘅腦入面，每日佢都會坐喺個架上面，現場話俾啲村民知應該點樣做。好玩嗎？習慣咗啦嚇，因為呢度有8米高，之前咧上去都有啲驚，但係而家因為睇住佢施工咧，成個過程都畏高個整都冇埋。上面4米係路邊，下邊4米係一個室內嘅organic有機造型嘅室內館。陳生遊遍世界各地，見識過各種農莊，見到呢度魚塘污染、土地荒廢，就諗住點樣先能夠將土地恢復生態，同時又能夠令佢變成一個高品質嘅農莊呢？而家我哋身處呢個木平台咧，就係之前係一個垃圾缸嚟嘅。咁佢哋養魚咧就係會倒啲潲水啦，咁倒落去啦。咁你睇見其實好多油漬喺啲水度，亦都好濁嘅啲水。咁佢哋再加啲激素，養大，好快養大啲魚就供俾啲食肆。咁我哋依家咧就由魚苗養起，係最有機嘅方法，餵草啊，或者我哋種咗啲菜、薯仔啊，係食唔晒嘅，咁但係就係攞嚟養做飼料餵魚。受污染嘅土地經過精心嘅護理之後，慢慢咁恢復咗精神，而充滿設計感嘅日常設施，亦都盡可能咁就地取材。洗手池就係呢度嘅得意之作啦。冇一個特定嘅設計圖啦，都係憑感覺，即係當一個藝術品去打造呢個洗手盆啦。咁特別呢個底座我哋會就地取材啦，因為呢幾個石頭都係本來就喺呢度嘅，只不過我哋用個大鈎機移一移位放喺呢度，就做成一個支架，咁再做一個隨意嘅有機形狀。有得食，有得飲，亦都有得住。房車嘅概念令人耳目一新，既減少咗修建酒店對土地嘅影響，亦都為房車愛好者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場地。設計同原生態嘅結合，可以令到一個農莊咁整潔、咁有生活氣息。佢就好似一顆明珠咁，散落喺村莊裏面，散發住光芒。呢個農莊嘅老細又唔單止有藝術造詣啊，仲有好強嘅環保嘅意識嚇，令人敬佩啦。